主后2024年1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惊新约的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来及记15章第1节到21节。迄时，摩西甲以色列人对上主唱这首诗歌：我要对上主唱歌，因为伊大胜利，伊将战马甲马兵车落海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甲我解救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列祖的上帝，我要尊重伊。上主是战士，上主是伊的称呼。埃及王的战车甲军兵，上主甲因ฮ็伫海里。埃及王特选的军兵，拢沉落红海。大鹰吞灭因，因亲像石头沉到深的所在。上主，你的正手有无比的权能。上主，你的正手拍喙对敌，你发出大威力，车倒遐个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大受气，烧毁因亲像烧麦果。你鼻孔会开，互水冲悬，互大水贴规堆，海真深的水见冻。对你讲，我要对因要入着因，我要分战利品来足我的心愿，我要背刀甲因消灭。你一个分风，海水就甲因淹死，因亲像盐沉落大水。上主啊，正神明，倒一个会当甲你比？倒一个亲像你神圣威严，通行位受称赞，行奇事。你伸出正手，地就甲因吞灭。你用慈爱带你救赎的子民，你用权能带因进入你圣的所在。列邦听见就袅袅喘，住伫非利士地下，互痛苦包围。迄时，以东的族长惊吓，摩押的英雄皮皮喘，住伫迦南地下，惊甲破胆。梦影惊吓包围因，上主因为你的大权能，因亲像石头袂震动，听候你的子民经过，听候你赎回的子民过去。你要带因入去你产业的山，甲因栽培。上主，遐是你为家己准备要徛起的所在，主啊，就是你的手所建立的圣所。上主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埃及王的战马、战车甲马兵跋落海的时，上主互海水恢复原状，甲因淹没。毋过，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。阿伦的大姐女先知米利安，手提玲珑鼓，众妇女嘛提玲珑鼓，缀伊若拍鼓若跳舞。米利安回应唱讲：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因为伊大胜利，伊将战马甲马兵车落海。惊新约的上主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亲眼目睹埃及军队命丧红海，真是永生难忘。毕竟，埃及是电脑时数一数二区域强权。就算以色列人日后定居应允之地，也是离这个强权无真远，备受伊的威胁。纵使一直到约西亚王的年代，埃及才搁再涉足西亚，可见红海之役真正互埃及元气大伤。
搁惊惧以色列人的神，才会遐尼久拢毋敢越雷池一步。对撒基拉亚族来讲，今仔日也是难忘的日子。当年千国大神辛宝正推行开山武犯，若不服朝武，就用武力征服。撒基拉亚族因为加里湾战役才率被灭族，就稳身阿美族中间上百年。其实早伫1970年代，撒基拉亚族的族长迪瓦伊沙稳就致力复兴族群的文化。2003年，迪瓦伊沙稳过身，再次激发族人重振文化的决心。2007年1月17日，行政院将伊宣布撒基拉亚族是台湾原住民的第13族。上帝予以色列人顺利过红海了后，摩西和以色列人民上赞讲：上主啊，伫诸神中间有倒一个亲像你？啥人亲像你神圣威严？啥人亲像你会行新约奇事？新约人人拢想要爱，伫生活的挑战甲困境中，若会当得到神明的帮赞，自然是好代志。总是人伫咧追求新约的过程中，往往感觉挫折。真侪人参加所谓的医治特会，敢若看见别人病受医治，家己的病痛却无改善。听到讲员不断强调信心，难免怀疑家己的信心无够额，甚至以为家己并毋是上帝所听和拣选的人。新约对中文来看有神的脚热的意思，对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来看，原意是记号。因为安尼，新约袂当受看做化解生活困难的万灵丹，因为上帝并毋是通予人随传随到的神灯精灵。当然，咱搁较毋是祈祷得到应验，看到新约才相信上帝，也毋是若无看到新约就改信别个神。其他宗教也会宣称有新约奇事，宣称因所信奉的对象真灵圣。伫遮暂且莫讨论真假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更较重要的是，当咱看到甚至经历上帝同在记号时，应该伫实际生活中做出具体的改变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毋是要假善假达，明知上帝同在，却毋知敬畏上帝，反倒想要找假上帝。撒基拉亚族因为努力发展文化，就受承认。假使一直正名以后，搁停止族群文化认同，一旦失去族群的独特性，安尼受承认正名的一日也袂有甚物款任何意义。相反的，基督徒经历主了后，也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互上帝同在的记号受赋予更较深的意义甲价值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新约有甚物意义？我经历过倒一寡新约？经历新约了后，我的生活有甚物款的改变？对我来讲，新约有甚物意义？我经历过倒一寡新约？经历新约了后，我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呢？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你是行新约奇事的上主，感谢你愿意彰显新约，
我知影你甲我同在，求你也帮助我，有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你的恩典记号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